呢個烤雞喺呢度現烤嘅，跟住呢兩份呢，就係要喺嗰個羅崗100號嗰個總店嗰度炒完之後外賣過嚟，就係外賣盒。呢個係嗰個節菜，查咗下好似係呢邊嘅野菜。呢一份係茶葉炒雞蛋。冇話特別好食，但係可以補充一下我哋嘅綠葉菜。試下呢個特色咯。我覺得呢家嘢麻麻地。烤雞其實 OK，但呢兩樣嘢一般。見到你啦，網紅貓，果然你好肥啊！哇，你成部車咁肥啊！呢個係咩嚟嘅？豆吧入邊。不是，我覺得這塊到底是什麼東西？豆莢。豆莢。所以入邊有粒豆。小蝴蝶結啊！黐佢隻手仔呢度當。最衰嗰個豆莢揀唔到更加淺色嘅，得返呢種好黑嘅，好似一隻黑色嘅土狗啊！呢度餸真係每一次份量都好大，已經越點越少啦，但係每一次都俾個份量震驚。呢個係炒芭蕉花，睇身好似手撕雞。跟住呢一個係布朗小炒肉啊，跟住總之就係話咩啲香菜啊，即係呢邊香料菜哦，野生嘅香料菜將佢炒埋一齊。我覺得這個家比中午那家好吃。我覺得差唔多，是嗎？這是玫瑰和紅棗嗎？那是。還有枸杞，我天天我兒子拿着那個枸杞吃，已經沒有了。然後有人，有一個小朋友來了，對，然後我給你。然後做成有點偏那種寨子的那種川景。哇，這個冬天喝好好喝，冬天喝超暖的，好好喝啊！不是特別甜嗎？嗯，好喝。脆脆地，甜甜地，冇乜味。就米嘅味咯。米餅咁嘅感覺。白天因為有太陽，你們白天出去找，然後沒有出去了。
我們白天出去好呀。脏啊，寶寶。我哋民宿出去都好靚㗎。同啱啱嗰邊嘅日出係兩種唔同嘅景色。佢哋呢個村入邊就係會有呢一啲車，一路喺度叫住，就將啲食材啊咩嗰啲就係運上嚟，就可以買餸買肉。從跋山涉水來這。等到終於上茶啦，跟住出面雲海冇晒啦，酷啦酷啦！民宿老闆煮得好飲啲，好得意，每隻都湊得好出奇，好中意啊！睇下你嗰兩隻，呢兩隻蓬鬆啲，你呢個洋氣啲。我發現你終於行洋妞風，係啊係啊，我估自己是一個洋人啊。再次挑戰一次雞腳，今次要咗微辣，希望佢唔係好辣。跟住呢一個生菜係攞嚟包呢個牛肉。嗰啲碗飯份量超大，一人份嘅飯，我覺得佢呢度所有嘢嘅份量都好大，好彩要咗一人份咋。個魚睇落好似好吸引，但係又係好大份啊！雞腳唔辣，好食。我覺得呢間嘢好食喎，是吧？嗯，我覺得魚好食。哇！我想攞翻今晚酒店食。佢雞腳好香啊，啲蒜。